前政论节目主持人嘛是台大实验所前所长彭文正，因为这个总统撰文的朴素论文无存在学位是假，和总统府个人的妨害名誉罪。台北地检署认为讲，彭文正在总统府开记者会后，继续发表不实的言论，伤害到总统的名声，以违反选罢法，加重诽谤罪，加以起诉。来彭文正接受访问的时讲，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时效会使直接伫法院提出各种的证据。 前政论节目主持人，嘛是台大实验所前所长彭文正，2019年伫个节目中，质疑总统撰文的论文是假，讲亲身到英国伦敦的政经学院等等所在去查证，拢找无蔡总统朴素论文存在证据。台北地检署依照诋毁总统的名声，违反选罢法，加重诽谤罪，将伊起诉。 现在地检署终于把这个黑箱打开了，让我可以到台北地方法院跟他站在一个相对公平的原告被告的立场来做阳光下的论辩。这对我来讲，这当然是利多啊。伫当时，总统府就要开记者会说明，嘛提出总统撰文读册过程的资料嘛，包括朴素论文考试通过证明，佮公布论文的原稿，嘛对彭文正等人提告妨害名声罪。 检方伫调查后，以加重诽谤罪、违反选罢法、意图私人不当选罪起诉彭文正。理由就是彭文正是国外留学的博士，学经历真丰富，嘛知影取得论文的流程。就算找无论文，应该问学校，就知影伊有还是无。不过，却是伫个查证不足，还是调岗的情形下，散布假论文的谣言。 诋毁当时正在竞选连任的总统蔡英文的名声，总统府回应讲尊重司法，嘛附上伦敦政经学院的官方声明，日后开庭，双方拢都要提出证据，说来会安怎发展，各界拢真关心。